哈，什么代志？总算要报出来呢。真的哦，紧张，所以你回你出差的，你即摆，哎呦，你直甲讲出来啊！我本来想讲要听众朋友摇一下，讲到底是咧紧张啥？哦，无法度啊，我喙一直弄着麦克，但你想讲你出。听众朋友啊，阮即届出差的时阵，总共有录4集啊。但是阮的就是照阮即边的排动的顺序，甲伊传起哩，就慢慢啊出互大家听。北边爱先回息的啊。为什么要回息咧？又搁要回息咧？我感觉我每一集都要回息咧。因为就是讲，因为你迄当阵是用电话录音的啊，所以你迄个声可能不介清楚啊。哦，对啊，对啊，你是回声音无清楚的所在，毋是回你破病安尼知啊？哦，对。啊，毋过我嘛尽力安尼。哦，我甲你所以即讲，摆是怪我。就是迄当阵北部毋是咧落雨，对。啊，我就甲你讲，我房间足吵有落雨的声。啊，我后来我就去，有咪就袂甲你看起来。无，我就去。变数头前诶，迄抓路遐录音有够可怜。伫涂骹安尼吼，坐伫涂骹啦。好啦，嘛是爱回即个啊。是咧，声音较无遐清楚，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哦，安尼咱节目就差不多开始啊。好，所以来开始。大家好，这是公司第一台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黑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也有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阿基。切，1 2哦，以饶舌歌手，大家用饶舌歌手的方式出场嘛？要，白边甲伊拼囝。耶，check it out。耶，贝贝你安那？贝贝。白边是乌无水，你甲你迄段。白边是乌无水，乌条底。你是乌条底，我是乌边是乌条底。明明我就比你较白吼，你是欠人拍。白白你看袂出来做乌呢？你无而家。你毋知呢？听众朋友啊，对啦，又搁是有一个人较近伫甲阮电话连线啦吼。那会遮幸运呢？就是我啦。今日个听众朋友回息咧一个啊，回伫你每一集都爱回息咧一遍。我为什么？无啦，伊即马算是咧度假。你知为什么咧度假？因为即马因为疫情较无遐严重啊。对啊，喂，会当趁着7天假呢。讲好啦，系啊，我到时要出国。听众朋友，无算咧度假呢，我前几工一直咧闹到哎呦，伊做工课啊，过来换我，伊有了换我。好，听众朋友，咱讲遮久，咱无请阿基先跟咱自我介绍者。系，大家好，我叫阿基，我的粉专嘛叫阿基，我的 Instagram 嘛叫阿基吼。我来自台南一个算是台南在地居民啊。台南的居民。比方是日常拢咧卖林家肉烧饭，这是我工课10档的一个主业。林家肉烧饭。林家肉烧饭。祖传第几代？祖传，但是简单要照祖谱安尼拍开，掀到第3页来看的话，阿祖咧卖切拉面应该是第4代。哦，对，但是若简单用林家肉烧饭挂空放放伫迄个天棚顶悬，应该是第2代，因为我们把迄个先开始叫林家肉烧饭。哦，这好名的对啊。对，啊，阮的地址伫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106号。无前工商。无前工商，阮的生活肉烧饭一碗10块，大碗的20，鱼肚汤90块，最近甲起30块，原本70块，你惊着啊吼。好，咱结束啊，工商了就结束啊。啊，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人有工人的迄个 TG 创作歌手啦。伊讲的 TG 就是饶舌，哎对，饶舌创作歌手啊了，比方是就是下班了就找时间去写歌啦。因为我拢较介意伫外口写歌，所以我真推荐就是有一个写歌的好所在，就是若有咧创作的好朋友会当去的所在，叫做汤德中纪念公园。哦，去遐袂歹啊，真趣味。嘿，一个圆环遐对无？对，一个圆环啊，有啥物这个所在袂歹？因为我一直讲看做关系。这个所在有啥物袂歹？因为你伫这个台南市中心内底哦，你踏入去汤德中纪念公园，你会得到安全感。安全感哦，所以嘿，希望大家当去遐，伊重点遐个有足侪所在会当坐伫涂骹写歌，我拢伫遐写啦。哦，袂歹哦，袂歹，这就是我2个身份。第3个身份，阮照我讲。我有房工，阮第8条口我都讲这个。听众朋友，阮
来宾拢就是无要叫阮下的物件，然后就一直讲一个。对，我是唯一一个有叫房间的。有打动啊，有打动。有打动啊！安尼白边我就问你看你是要先还是我先？我头壳淡薄仔听。盖多厉害！你先好啊，你先好。来哦，你先白啊。你先。嘿，好，安尼想要请问阿家，因为你的名后壁拢有一个 GLOJ， 请问敢有啥物特殊的意义？这个 GLOJ 你若简单来看，因为这其实迄个时阵足介号种奇怪外号啦。迄个时国中的时阵，拢这等下会讲着。就是迄个时足早期的时阵，迄个街头文化都盛行的时阵，足爱号种足奇怪的绰号。哦，就迄个时阵有啥物足样，像卖冰的啦，像迄个无政府乐团的迄个主唱卖冰的，就像卖冰的绰号就足奇怪嘛。迄个时阵开始斟酌家己的绰号，要安怎去互人家听一届就记的。哦，所以叫 GLOJ。为啥 GLOJ？因为鸡肉羹。鸡肉卷，鸡肉卷，那不是吧？寿本是对啊，无啦，因为迄个时阵还未开那个店卖肉寿本，迄个时阵国中时咧跳舞。哦，你想要叫一个串的名，鸡肉卷好啊，鸡肉卷为啥？鸡肉卷敢有串？鸡肉卷都串啊，迄个时阵，伫迄个时代，2003年、04年迄时阵。有迄个肯德基有出一个迄个商品叫做正北平鸡肉卷，我甲伊逼掉，嘿对。哦，个逼掉。我今日你继续讲啊，回头我就是逼掉。正北平鸡肉卷，内底有一个迄个什么啊？一个演员，就是广告内底有一个演员，谁来做生活？就是安尼。谁要选你？毋是你做生意。对，谁要做生活？迄个时应该是我比较有名，因为我会跳舞。迄个时我全台南我最帅，不好懂。请继续。就是安尼，所以 GLOJ 迄个时阵想讲，因为日本有一个叫 DABO 哦，一个饶舌歌手叫 DABO， 我种也无叫 GLOJ。哦。日本迄个饶舌歌手叫 Double，Double DABO 嘛，我就无 GLOJ。所以你就讲大家好，我是阿家 GLOJ。对，阿家是后壁第一关系叫阿家。大家好，我是 GLOJ。对，但是有人我若今仔行伫路顶，有人讲鸡肉卷。迄种高中的，迄种国中的朋友。哦。鸡肉卷。鸡肉卷。一定爱就是肉安尼，因为你 LO 啊。对。肉鸡肉卷。加拿大刚回来。鸡肉卷。对，就是安尼。好，安尼想要请问讲，你是对于2004年开始接触 rap 啊？到达嘛已经20档安尼。系啊。伫即个创作期间，你敢有拄着有啥物困难，还是讲就是发生啥物，互你想要放弃的代志？我其實也未20檔啊，因為阮即馬，但是大2004年到即馬，就是伊迄個最近查某的年紀共款，18就是18年爾啦，18年也未20。講20檔較厲害啦，講要20檔較厲害啦。因為我20檔是一個坎。對，因為20檔拄啊台南建成400年，2024年的時陣，所以我想要一工算。所以我即馬個18年。你要甲台南共進退的。對，我希望明年當為台南寫一條400年的歌。對，袂歹呢哈。拜拜，掌聲鼓勵一下。叫你拍譜啊！收細聲收袂。還是加一支手啦。伊創作有拄着啥物困難，甲我有拄着啥物想要放棄的代誌，其實攏無。攏無，因為為啥物？因為我就是。我會曉剛才講，我佇即個鐵記即個路程，甲我徛佇舞台頂懸的時啊，所看到攏對我來講，攏有足大的幫助。就是對，因為對我心中來講，就是因為甲大家講一下，講就是啥呢？你認為饒舌就是鐵記，這是這個詞是你創的對無？莫講，就是這個詞其實是我問一個時段，迄個時我拄仔是佇台北的一個餐會頂懸表演，了下骹有一個時段，我非常尊重伊，一個田夢淑田媽媽，對，我了佇頂懸表演時，我就想要落去找田媽媽開講，了迄個田媽媽講，阿家你拄則佇頂懸迄寫念啥？寫念啥？我講無啦，迄叫饒舌啊，講饒舌敢有台語，我就用無想到，我迄饒舌敢有台語，西方涼瓜嘛。你在想講無啦，阿家我甲你講哦，你拄啊一直安尼一直笑，一直踢，你個鐵記啊！我講田媽媽，你即句話，你這個詞予我非常有幫助。這個詞就算鐵記無台語，這個詞可能我心內
就是铁枝的代志。哦，所以应该是田梦树田妈妈创的，毋是我创，我只加我只帮伊更叫。但是不然我甲这个字拆开来看，我嘛是感觉会下呢，因为就是足够铁的，对啊，足够铁的，啊，就是铁三股铁。对啊，你看台湾全台湾偌济足够铁的人，对啊，像大基嘛足够铁啊，对啊，啊你敢好？好丢，好丢。对啊，自肥。我先啊，了伫我先讲，我无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因为我就是一步一卡印啊。莫讲家己是我有小矫情。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写，啊了拄着啥物代志，因为人拢会成长嘛，你咧小话嘛会成长。你不管你拄着啥物时阵，又像我过去伫2015年写白色恐怖，我伫2022年敢有法度去做出共一条白色恐怖，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是。对，所以我会当刚才讲，我无拄着啥物困难，但是我会当分享我伫这个顶悬得到啥物价值。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影响最大，就是你是会当把你真正的物件写出来的，对，你会当透过这个音乐创作去徛伫足侪立场，对，徛伫足侪个去要求别人。有可能会当要求别人。啊了，第二我讲一个会当加入的啊，就是我某年伫蚵仔寮迄个时阵，撑香港的时阵，蚵仔寮就是迄个主管迄边，挺香港的活动，对，挺香港的活动。啊了，阮伫遐表演时，拄仔台口有一个弟弟，因为我表演了嘛，我表演了，我落来做找物件食嘛，因为我倒就枵。啊有一个弟弟行过讲，哥哥，你拄仔表演足好听，迄个弟弟超过5-6岁尔。伊敢听有？嘿，啊了，因爸爸嘛讲，不要紧啦，你先甲叔叔合照，我合了，因过无偌久，因爸爸传一个影片互我，是伊咧学唱白色恐怖的歌。哦，厉害耶！你看这有价值无？有啊。嘿啊，就这条歌了，起价无赔啊。对啊，真正是起价无赔。伊这条歌，因为我做了，我办迄个有声书发表会，发表会，我搁带迄个有声书的迄个 CD。对啊，开10几万，啊嘛无回收，对啊，无回收啊。但是我感觉这是用钱买袂到的。对，这种感动啊，是讲就是回馈是用钱买袂到。对啊，这就是完全用钱买袂到。哦，所以真正是听起来无拄有啥物困难，啊嘛无啥物想要放弃，就是一直坚持落去。对啊，除非到。因为我有讲过啊，因为我迄个白色恐怖迄条有声书，其实伊即马就是有印刷顶悬的问题，所以内页伊内页内页会连做伙，嘿对啊了，我连做伙我仲有规即马，因为我外口是真空的啦，嘿我是甲空气抽出来，安尼看起来就是靠设计感啊了我有甲人讲这莫听，你毋通听，嘿，我等台湾道理感觉会听。搞讲话啦！你内底听开就甲你讲。因为我讲内底歌，其实我有放入迄个 YouTube 顶，你听。对啦，等台湾道理，拜托，等台湾道理感觉会听。所以就是无拄着什么代志，但是你平常时敢会甲家己鼓励，譬如讲你写物件做忝的时阵还是啥，敢会甲家己鼓励。还是拢你甲别人鼓励。对，我做定甲别人鼓励啊，对啊，我嘛希望拜嘿，就是身体健康。鼓励啊！我做定甲人鼓励就讲，因为像我昨去迄个前天我去迄个赤坎楼遐有办一个活动叫赤坎万新镇。啊了表演落来了，有一群大学生，啊了因就行过来讲，你拄则迄个开口真好啊，台语的开口足好，啊了。我较知影讲，因是新台街师、成大街师社啦，街师社我台语袂晓讲。啊，你又讲开口做好，讲袂歹吧？你敢有想要像我呢？你就多多去参加比赛，多多互家己有。你这个时阵毋是爱扫咱家己的节目？有啊，我你确定哦？你确定哦？我讲，我文化小帮派有粉丝专业，恁敢要加一个？我今是袂记炸贴纸来，啊无你有加，我就互你一张咧。有啦，我拢有介绍啦。啊了，我就讲你一定爱去参加比赛，互家己互足侪明星看会到。对，因为你透过过遮的专业的耳啊，听到恁的歌，伊会互恁足侪建议，这建议拢是宝贵的。对。这就通带到第3条，真是真够第3题的问题。好啦，今年白白来换你的第3条。来啦，我做球互你，我做球互你。球来啊，紧拍。来。好，
你有一条歌叫做《众神之都》，啊，入选今年的南闽儿歌的评选活动。听讲你有一个幸运的活动，敢会当分享一下 ？OK， 哦，南闽儿歌这其实阮前几工做了这个专题，就是伫迄个文化小办法内底。对。了迄个时阵，我嘛有讲南闽儿歌，我从2013年参与到2022年。南闽儿歌对我来讲，就做成后头厝共款啦。你只要消息一出来，我就歌就弹过啊，就是爱等去后头厝一个啦，对。对。啊，你要讲到众神之都，因为迄个时，其实我简单来讲，这条歌，迄个时阵我对台南的这个庙宇完全无研究。对。我是透过我家己的好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伊是迄个台南石金区美街内底有一间馆叫做行天府，内底念小法的。嘿，我就去遐讲，成哥，拜托你甲我讲一下，全中西区敢有啥物庙宇有特色的，你甲我讲。啊，我就去遐收集资料。啊嘛去透过足侪朋友，就是讲，你敢有啥物？你对台南的这中西区，因为中西区是较早的大城嘛，伫迄大区的区域的所在，啊，就去收集这资料，了我甲变成歌。了嘛得到真侪关注，嘛得到公司第一届文化小办法的主持人，所以我感觉我写这条歌了，我伫足侪活动顶面表演。所以其实你看，你替新民发声，新民嘛送物件当来互你呢。所以我就有一个下愿，我有一个下愿就是我希望我歌词内底写着全部的庙宇，我拢会当行打一道唱这条歌互新民听。目前已经起讲，已经差不多唱4-5间。啊嘛是，阿伯一半，阿伯一半，伊伤济啊。其实我嘛有想要推荐一个，迄个我家己发现的啦，就是迄个众神之都路关头的散步地图啦。嘿，就是从北区行到东区。但北区行到东区都会当设一连遮的纪念馆，拢会当考入去。北边你先行一遍啊！来哦，我请你食饭啦！你来台南，我请你食饭啦！啊，你行一连，啊，你家你家遐庙宇拢去互我看，安尼敢会使？伊讲伊袂来。啊，你买咧啦！啊，其实有做者，袂使，爱用行，爱用行。其实有足侪庙宇内底，遮主委啊，甲遮迄个像迄个总干事啊，其实拢真支持我做件代志。就是因为我第一间庙其实是迄个白龙庵，我嘛是因为透过收集资料，较知影白龙庵原来是全台湾跳家将的第一团。所以有人甲伊讲台湾价值是啥物？台湾价值啊，台湾价值就是八角将。就是八角将。啊，还有歌戏啊，还有歌戏，还有一个啊，上钢钉。上港店对，所以迄个时阵我就去唱第一间庙白龙庵，啊，伫大庆街顶悬，啊了，迄个时阵因的显灵工厂拄啊生日，伫因的舞台车顶悬，甲迄个主持人一往一来，下骹笑嗨嗨，对对啊，所以你现愿就是叫一台舞台车啊伫面面唱，还是要大饼啊？无，就是恁只要有拄啊有新民生日，有一个餐会，你若舞台，我就会当唱。就算我家己早影响去嘛，不要紧。对，所以第二间的西乐店就是安尼。西乐店就是我透过阮麻烦当地一个网咖驶过海豚男。海豚男第一上海念。我知。海底男。海底男。海底男儿。就是透过伊有写一本册叫做《神明怎么那么可爱》。这个网咖册。这个网咖册啊，我甲伊就是做伙找迄个西乐店主委讲，阮家人伫遐办活动，啊了，阮家伫遐，啊了，阮影响家己炸。泡人家己做，因为东港伊有做一个底讲，啊了全部拢家己来，啊了嘛邀请郑大书城去遐卖册，阮就做一个做完整的迄个做完整的活动，上大个就是我的幸运，我想要唱歌互讲即阵王听。但是你安尼听起来，日时爱卖肉做饭，暗时啊搁爱做歌手，爱写歌，搁爱做节目的主持人，即摆搁爱现愿唱歌互新民听。安尼，请问你是安怎分配你的时间？分配这时间。敢讲你嘛是时间管理大师？时间管理大师就是我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即摆时间管理大师哦。不要紧，时间管理大师是安那？有人拢是算工的，安那讲？
就是我今日要创啊，我今日要录公司第一个 podcast， 我就是即工就是录公司第一台，对，无错。但是我毋是哦，我就是7点到几点公司第一台 podcast，9点到几点要做，我是算点钟的，就是我一定爱分工通清楚，对，无就是要来第一个 podcast 进前会当去做1点钟的运动，对，但重点我会先3点下班，然后所以后壁时间我就是算点钟。家己拢切开安尼，对，敢有捌迄切毋对的，是怎啊？嘛是有切毋对啊，切毋对就甲倒欠者啊，倒欠者，歹势啊，我真正嘿头高公公，无请你食饭嘛。重点是一刚刚有请食饭，用迄肉色饭就要讲，对啊，就请阮兜肉色饭了啊。这个人敢有恁某恁看呢？敢有因为安尼来讲时间分互伊的受少？其实我有一个会当推荐互就是观众朋友，就是你结婚了，你阁有想要家己的空间，会当甲恁牵手的做一个合调。合调嘛，就是安那。因为像我是安那，我会当推荐我家己的方式，就是拜1、拜3、拜5家己的时间。拜2、拜4、拜6礼拜，就甲伊做伙。就陪伊，就是有可能我家己有可能几点进前安排家己的时间，安排家己的代志，几点了就是完全伊的时间。就是安尼，对。不过这前提之下是你无小朋友的时阵。敢会画价？会当吊价。比如讲，我想吊价，我着拜4免安怎，不然就无咁多啊。你会当拜3调一工啊？迄该写表价表。你会当吊价啊？你讲拜托啦，我调一下。对啊，袂歹做自由啊，敢会减价？减价嘛会啊！今日我袂爽，我甲你减价，即礼拜拢不准。拢买啦，代志无用诶，我着互伊看我诶行程表诶啊。你看啊，拢摆到遮来啊。你若见到我后壁怎办？趣味啊！对啊。过来就是讲要来做文化小放花节主持人进前，听讲有经过一段革命，敢会当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因为时间管理大师有关系，对，小可关系。因为安怎讲呢？因为我的工课较固定啦，就是时间上固定。我就是透早5点半起床，6点开始上班，上到下晡款好全部款到3点，这就是固定的。了，所以恁款了是下晡，毋是透早。透早下晡拢有。阮就是分配，然后像肉色伊是爱下班炒卡，因为阮下班炒了，经过大火落去翕。翕了，隔工过来大火，互伊滚，伊开始烂。因为我无3百啦，阮全部拢肥的。对，所以你要食较肥的规烂，迄袂啥，因为你快割较紧嘛，你用快割较紧，但是你若是用迄种一般的白铁镜迄种，迄个是较麻烦。对，所以阮就是阮备料时间就是安尼，所以迄时阵。阮爸是足无介意休困的人，阮连风台天迄个时阵311大水灾，我嘛是雨满穿的，乌倒的皮嘛是歹到店开店，就算伊敢无人，伊嘛是要，因就是我感觉这就是时代的传统，因就是安尼，因就是照起工啦，对啊，所以你向有没讲，迄个老的林老板，林老板甲伊参详者吼。第一摆是互我歇一工啊，这样要讲出来，迄是爱偌大勇气呢。比如爱啉2罐，到我都去讲老的啊。所以当初是反对的。当初是因为我拢心中设想就是讲伊是反对的。因为伊就是无介意放假的人。然后到后壁伊就是透过阮妈妈、阮姐姐、阮阿姨，身躯比较的人客，搁我。了用迄个水汪汪的友情的公式，用友情的公式，对，就是安尼，较有今日的迄个文化小文化主持。公休迄天就改做拜四。拜四礼拜，即晚周休日。对。礼拜休两天，加休一天。够欢喜的啦。好，安尼看你即马伫遮录到近20几分啊，我看你拢无加着字，但是听讲。卡20几分呀？对啊，无根本做久的吼。听讲，但是听讲你录影的时阵拢会 NG。对啊。敢讲唱歌，甲主持无共款。你简单来讲哦。上班啊。上班。笑铁记的袂啥身体记忆。对。嘿，伊是
伊是安那呢？因为我咧写的时阵，我会听曲，对，一边写一边笑，一边写一边笑，一边写一边笑。过了2礼拜，你就没有伊讲的笑就是唱，因为因台南腔是笑。哦，唱歌，唱歌啊，唱歌。啊，阮的笑就是哈哈哈哈哈。啊，不要紧，因为关系，对，这边唱。无紧啊，你讲笑，阮只是甲听就没有改写。对，一边写一边哈哈哈。一边写一边笑歌啦吼，一边写一边笑2礼拜。哦，所以你2礼拜我最忝诶。对吧？笑2礼拜，叫歌就背起来。哦，系啊。但是像你即摆讲话语速嘛足紧诶啊。啊，这就是迄个关系啊。但是你主持诶时阵，有阵时我感觉你话字教甲足勉强。那是因为有啉吗？他就没有，这是阮节目开播以来这一集第一个就是哪啉哪甲阮开讲，可能后白变生啊足恐怖，所以伊无啉无都讲。对啦，别啦，伊爱啉话题较活泼的，对啊。爱啉拢是爱找一个借口。对，因为我今日用行的，所以我无安全的问题。哦，对，我无交通的问题啦，对啊。啊了，因为我都要讲对。讲念的，哪念哪笑啊，笑一礼拜。伊像节目当中，因为我简单来讲，就是我完全无接触过即个电视媒体。对。所以我迄个新片姐甲我讲的时，迄个阮这个人甲我讲的时，我是完全无头壳内底是无一个形状的，嘛无迄个想法，完全无想法，完全毋知要安怎，你就想讲跟他想一把，因为开始想到那个真情指数，开始我做这访谈呢，这老节目我在看他细节吧，应该吧，是安尼吧，完全毋知，所以去迄个试镜吼，去试镜的时阵，完全就是我照我家己心中的迄个卡本，想要创啥就创啥。靠步调安尼落去行，叫行毋对，行遐嘛毋对，真毋对，所以拢会NG。所以即摆就是调整出来。嘛是足紧张啊！啊，即摆已经录到几啊集啊？敢有比第一集打开时阵搁较顺？有找着方向啊未啊？有找着方向，但是大概知影讲，即个时阵敢若会当安那，会当较松啊！我就大概讲开头背一个后壁咧访问的时阵就顺其自然。访问伊就大概讲，敢若会使啊，安尼敢若会使，但是每一到拜四下晡时嘛，拢足紧张的。我感觉这无改啦，但是我感觉紧张是好代志啦，你知道吗？对啊，表示你对这物件足注重的。是啦，你甲我话讲起，就是代表你尊重这个行业啊。对啊，就是有尊重、有注重，你才会紧张。你若感觉讲放零零，迄个是无要紧啦。对啊，这若讲到阮过去迄个第二题。我讲，我到即摆已经20档啊！我刚才讲，我20档，即摆就算铁七要20档啊，我去嘛是会紧张。上台真正嘛是会紧张。会紧张啦！你毋知你会拄着啥物状况，你有可能你会袂记歌词，有可能你会放枪，有可能你会跑拍、招拍，有可能台骹会甲你错。零顶诶，你有足侪无想袂到诶。但是毋是讲起你就会嗨起来安尼？是嗨起来无毋对啊！都下骹嘛就甲你立场无共诶。是啦，所以讲你是讲啥？毕竟你唱诶歌较有色彩。对，较有色彩。对，要讲色彩嘛，较有主题，较有主题。政治的色彩，毋是迄个色彩啦吼，毋是迄18岁以下袂使听。对啦。无错。下边你毋是想讲要甲伊讲啥？你有啥物话要讲诶？既然阿家是歌手，现场敢有机会来唱一个？唱一个，其实我有做者，其实我简单来讲就是。我会当笑啦，但是不过我笑之前，我一定要讲分享一个故事，就是细汉的时阵，你咧学跳舞嘛。学跳舞的时阵，爸爸拢讲，伫迄阿伯阿姆头前讲，跳这，对，头转。我讲我袂晓，我毋是迄种诶。无，你是倒一种诶？我是迄个跳迄个 locking， 跳 locking 对。我讲我毋知影跳 locking 若毋捌啦，伊就想要看伊伫遐变来变去尔。所以即摆嘛，做这叫我老舍，就是有可能叫我踢机，就是就去签过伊，讲我放迄个顽童的歌，互你踢机。无共款啊，弘扬无共啊。对啊，我也不会唱的歌，对，人歌已经唱到做好，有可能我唱的是害着人啦。对，阮就唱家己的歌啦。所以我来阿卡贝拉，阮这叫阿卡贝拉，就是因为 no tempo 嘛。
我爱唱一条《众神之都》头前，因为什么我会即马阿卡贝拉，就是因为我伫文化小帮派内底，每一集拢会阿卡贝拉一个，阿卡贝拉一个，对，有啊，我有甲迄现动啊，是讲啥物拢有坑起哩。啊，真个啦，对啊，你有take我拢有坑啦。因为我感觉我想要教这个物件，对我来讲是一个功课。因为我只要摕着卡本，我全部卡本看了，我就想讲袂当帮伊写四句，写四句歌词就好。对，啊，所以我即马就想要来唱一下《众神之都》，敢会使？北边。会当，欢迎。因为即马伫这个所在其实嘛真符合啊，因为过无偌远就到石金区啊，就到高金区啊，对。石金区兴光夜开头，石景中石古镜头，心情罕体阿尼其实100年外的角头关口，过新公公西落地，关大甲，子孙家往南北，地面保安天下规条路的高顶行伫破这电，南部坡道倒面一直爱穿一项米个衬伫破这电迄边就买得啊。无前刚凶，来直接进入刚凶服务时间。直接进入刚凶服务时间。你头前加讲的迄肉燥饭，阮等下寄发票互你哦。无先靠2百，先靠2百，今日讲起，先靠200。好啦，刚凶服务时间来咯。大家好，我是文化小帮派的主持人阿家，今日要来介绍你一个节目，是来自公司台记台。拜5下午9点，伊那时就想要卖药啊，介绍你好。无，空中毋是拢一种声嘛，搞安尼刷，搞，无啊，阮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这样开讲的节目啊。逐礼拜5下午9点，公司台个第无，简单讲，第14台，无，因为什么我会安尼开，就是因为我伫现场拢会问人，拢会送礼物讲，公司台第几台？文化什么派？对，我乱安尼，所以我拄有小可就这样。第14代公司台，你安尼听到人想讲奇怪，这我切落那甲我听迄个人无讲，卖骗哦。好啦，工商服务哦，大家好，我是文化小帮派的主持人。逐礼拜5下午9点，公司台记台第14代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文化小帮派。伫内底为什么文化要小帮派？就是因为南部遮的艺文团体、艺文组织。拢希望大家会当手牵手做伙行，所以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小帮派。若有机会会当邀请南部遮的艺文团体会当来到公司台的南部中心来录影哦。好，白边听众朋友一点想讲，这是咱师兄，就是来宾甲阮两个讲话上紧的一个。真个啦，真的，听众朋友，你若是有一寡人，就是听你无较好的，你的迄 podcast 的播放器啊，就是你切的迄个物件，其实会使调较慢的，伊会使有迄什么0.0。0.05，对，二分之一，对，会当字较慢，真正是咩？白边紧结束啊，我想要甲伊赶走。袂，遮外婆，我感觉文化小帮派应该能行外婆这条路。不过阮前几工迄个文化还有气质。对，前几工迄个节目的主题是做阵嘛吼，对，讲着做阵这所在，希望大家会当去做阵遐佚佗一下。即马开始讲话就开始变忙啊，袂赴啊，已经规集拢已经落了。有啥问题咱问啊？无问题。留喺文化小帮派嘛？对，文化小帮派，大家若是有问题，也是讲有啥物建议，也是讲想要看啥物文化团体，拢会当去文化小帮派卖种也留话。这组阵若看到，因会想办法去邀请。若是南部中心邀请会到，也是讲。北部的嘛，个请落啦，北部的请落，拢会使啦，拢会使。请食饭啦，搁要食肉粽，好啦，无问题啦吼。若是听众朋友啊，就是有机会，就是去因的 IG 阿家 IG，搁有就是文化小帮派卖种要甲因饲一个赞，甲因鼓励一下，而且因 YouTube 嘛有开一个新的频道，叫做公司台记台南部中心，是啊，拢有放因的节目起哩。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兴趣的人，拢会当去哩面顶看。好啊，刚上了啊，是啊，会当结束啊，今日白白，今日画结束。白白来做结尾，我们来食肉燥饭啊，要食肉燥饭，今日啊，好，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就们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感谢努力。
咱的啥拢无共播。哩哩啦啦呢。我紧啦，阮就是遮尔哩哩啦啦的一阵。好，谢谢，拜拜。拜拜。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搁无甲人讲。然后下面讲这到这哦。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听众们，来，借问。请问。哦，搁一届。